大家一直跟我要的手动拖台机到货了，14.5公斤。再把这个轮胎滚下来之后，可以死电转圈，转圈可以准确找到咱们这个伤眼的位置，而且咱们这个地方全部采用咱们不锈钢，这2个都是不锈钢的。当你准确找到位置之后，咱们直接撑开就可以了。咱们这个钩子全部都是咱们5个护这个高钢，一般市面上都是咱们2个钩，咱们这个是14.5公斤的。这个是咱们加力棒。其实这就已经很安全了，但是为了更保险起见，咱们还专门给咱们做了咱们安全防护链。这个防护链直接挂到咱们钩上就行了，这样给咱们这个第2层保险啊。这个时候不管咱们真空开主拆，或者是咱们有力的轮胎去插垫子，都是比较方便的。往下拆也是比较方便，先把防护链拿开，然后往上一掰就行了。我把咱们这个拿起来。咱们这一个扩胎器呢，咱们小到咱们6寸的，大到咱们22.5，包括咱们有力的轮胎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全部采用咱们不锈钢的油管，方便携带哈。而且咱们这个超低结实，定到咱们14.5公斤，258块钱，能运到家门口。而且呢，咱们都是因为天气7天好运没下，不好意思要退回来。